大家好，今日分享薑蔥煮魚燴豆腐。預備嘅材料有大魚啦、老豆腐1磚，仲有2條蔥，加1嚿薑仔，最後預備2條辣椒就夠啦。豆腐買返嚟，首先要浸咗水先。首先落1羹鹽落去，跟住就加水，跟住將啲鹽攪溶佢，等佢溶喺啲水入邊。跟住將嚿老豆腐放落水度浸下佢。啲水呢一定要浸過豆腐面，所以呢可以再加多少少水落去，大概浸1個鐘頭左右就可以㗎啦。1個鐘頭後就可以備用。先將豆腐平均切開6件，打橫切2刀。切嘅時候要好小心，因為啲豆腐好容易切爛㗎。然後打直再切多1刀，咁就可以備用㗎啦。將蔥切開1段段，切好之後就可以備用。薑要先切片，然後再切絲，切好之後就可以備用㗎啦。辣椒將個頭切咗去唔要，跟住就可以切粒啦。切好之後就可以備用。先處理豆腐，首先落油，然後開火，等油熱。油熱之後就可以開始落豆腐落去煎啦。落豆腐嘅時候記得分開少少喎，唔好俾佢哋黐埋一齊喎。先俾佢煎一陣先。好啦，煎得差唔多啦，就可以反轉另一邊煎。反嘅時候要小心，因為啲豆腐好容易爛㗎，要慢慢嚟，唔使心急。你哋都好似我咁，攞支匙羹做一個輔助，反起上嚟方便好多嘅。咁而家又再反另外一邊，等佢慢慢煎。煎嘅時候要留意個火唔可以太大，一定要小中火。如果唔係就好容易燶㗎啦。嗱，依家反好之後呢，由佢慢慢煎啦。如果顏色唔夠金黃色嘅，可以反轉佢，再煎多一陣。務求煎到4面都要金黃色。煎得差唔多啦，依家可以上碟。豆腐已經煮好啦，一陣間就可以回鑊㗎啦。依家準備煮魚，
先落薑，先將啲薑味炒出嚟先，再落葱，跟住炒下佢，等佢啲薑葱味完全炒出嚟。差唔多之後呢，就可以落魚。落咗魚之後，等佢先煎一煎先。煎得差唔多嘅時候，就可以反轉另一邊再煎。煎咗一陣之後，就可以加水，等佢先煮一煮，然後就冚蓋，等佢煮大約3分鐘，然之後再睇睇。3分鐘之後，打開個蓋。依家可以調味啦，可以落少少鹽，落咗鹽後，等佢再煮一煮。依家可以將豆腐回鑊啦。等啲豆腐吸收啲薑葱汁，煮咗一陣，跟住將啲紅辣椒揼埋落去。跟住再冚蓋，煮多2分鐘。2分鐘之後，打開個蓋，睇下啲魚熟未。跟住將豆腐另一邊反轉佢，再煮多一陣。煮得差唔多嘅時候，攞塊筷子篤落個最厚嘅位度，睇下篤唔篤得入，就知道佢熟未㗎啦。已經煮好啦，可以熄火。